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若是有伫咧市啊买菜的观众，应该拢有机会听到鱼贩啊伫咧讲即个鱼市。也毋过一般少年的观众可能较清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即一日就是鱼市的市。即日嘛有人读做书，市就是鱼仔喙皮骨，鱼仔的呼吸器官。要甲大家小解一句俗谚语，有人讲即鱼食水饲会过，即个意思就是讲即仔鱼食水无正是啉落去腹肚底，敢若是胃饲会过去尔尔。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经过艰苦甲困难，虽袂吉利。另外嘛，当讲是一个人钱一个趁到手，就随开去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鱼翅，拄则讲到就是鱼仔的喙皮骨、鱼仔的喘气器官。第二个词读做暗翅，就是讲咱人耳孔下骹即个耐落去的所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叔去买鱼，当日咧看鱼翅，看鱼啊敢有青。头家讲伊暗翅痛，就要先离开，要去看先生，叫阿叔先经看假意倒一尾鱼。今仔日小解即一日，市毛人读做书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